對溫中庭圍晒版，偷望下做咩先？係小丸子展覽啊！佢帶咗全家去意大利最出名嘅許願池，爺爺、嫲嫲同姐姐都變咗做石像，花輪同學就同小丸子撐鋼刀啦。野口同學呢，化身真理之口，一於擺隻手入去許下願先。喺露天廣場仲有個花園，用花砌成嘅小丸子，好香噃！30個唔同造型，忍笑樣、得戚樣、嚇親樣，乜樣都有。講咗咁耐，主角到嚕！咁 Q 嘅小丸子真係第一次見啊！未夠皮，喺度嚟個 selfie，之後 po 上自己 IG 就可以印埋出嚟做留念㗎啦。